举行丰年祭，整个东部海岸线会有一个洋流，黑潮洋流会带来什么鱼？大家知道吗？鬼头刀。飞鱼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呢，我们部落的耆老呢就会勉励年轻人，伊拉嘎巴，年轻人，一直认就是加油。那这2句话呢，我们也送给大家。阿美族的族语，今天学一下美语哈。阿美族的美语，伊拉嘎巴，伊拉嘎巴，沙一直认。沙一直认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在歌曲进行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大家要念准，我们才会结束哈。好，再一次，伊拉嘎巴，伊拉嘎巴，沙一直认。沙一直认。好，知不知道？回想一下，我刚介绍我们来自哪里？来自台东，我们是台东的什么族？好，大家有印象中，大红色系的是阿美族，对不对？来自花莲的，我们的你看色系，台东的阿美族比较花俏一点点，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男生穿什么？我们男生穿什么？刚刚他们离你很近啊，他们穿什么？裙子。好。知不知道为什么要穿裙子？因为尿尿比较方便，也是啦。因为阿美族靠海边，穿裙子很好穿脱哦。整个我们的波利尼西亚民族都是穿裙子，可以知道，只要靠海的民族就是都穿裙子。好啊，靠山的布农族也穿裙子，比较方便什么？爬山。好，也介绍给大家。是不是忘记刚刚教了哪2句话？伊拉嘎巴，伊拉嘎巴，沙伊之刃，沙伊之刃。好，我看看等一下哪里喊比较大声，我们再来想想，等一下要送什么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刺桐花开，也给自己掌声鼓励。
好。